拜託。第一，本書是用6歲到10歲的囡仔做本位來編輯的，若是教科書是死的，所以請看我的程度臨機應變來教授。第二，大小本的字，請平平教教的認字。第三，著予囡仔盡所的家己好，家己鬥。第四，本書有將教了的字隨時應用，是毋茫生出趣味甲實力。第五，拼音若囡仔袂曉發音的時，教因填鼻孔，試看就會。第六，予發音的所在，自然是讀坦橫，總是著煞予伊讀坦客來練習。第七，四音甲八音的字，請特別教較功夫，到隨時會記得才好。第八，本書是對鄙人30外年的實地經驗來編成，若有高見也是疑問的所在，費心指示。1961年7月1日，胡有成敬寫。拜託。第一，本書是用6歲到10歲的囡仔做本位來編輯的，若是教科書是死的，所以請看我的程度臨機應變來教授。第二，大小本的字，請平平教教會認字。第三，著予囡仔盡所的家己好，家己鬥。第四，本書有將教了的字隨時應用，是毋茫生出趣味甲實力。第五，拼音若囡仔袂曉發音的時，教因填鼻孔，試看就會。第六，予發音的所在，自然是讀坦橫，總是著煞予伊讀坦客來練習。第七，四音甲八音的字，請特別教較功夫，到隨時會記得才好。第八，本書是對鄙人30外年的實地經驗來編成，若有高見也是疑問的所在，費心指示。1961年7月1日，胡有成敬寫。